呢隻嘅音樂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因為每年喺唔同嘅婚禮裏面，我哋都會聽到呢一首結婚進行曲。而根據政府統計處嘅資料顯示，喺舊年就有近5萬對嘅新人共諧連理。喺婚禮裏面，新郎哥同埋新娘子當然係最重要嘅主角，但係要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原來有一個人物亦都係好重要嘅。根據宋朝人孟元老撰寫嘅《東京夢華錄》記載，大妗姐呢一個行業距離而家起碼有900幾年嘅歷史。不過如果你以為呢一個行業傳統又古老咩，你就錯啦。原來時下有啲大妗姐課程吸引咗唔少人去到修讀。如果你以為呢一個行業已經式微，有位老行尊同埋摩登大妗姐可以話你聽，佢哋嘅生意都不知幾興旺。快啲放出嚟啊！陳鳳冰，冰姐，咁好多人只係知道佢喺電視節目裏面嘅小角色，擅長演三姑六婆。咁其實現實生活裏面，佢係真真正正嘅專業大妗姐老行尊。佢從事咗呢一個行業足足有40年。我初初睇見有啲人咧，嗰啲婚姻麻麻地，同埋咧有好多不幸家庭，因為佢哋結婚陣時就貪旅行結婚啊，姑勿論破日啊、4危日啊、4絕日啊，都嚟結婚。咁啊，所以好多單身家庭嘅 BB， 咁啊，所以我出嚟做。中國傳統嫁娶習俗禮儀多，需要有一個夠權威嘅專業人士嚟到負責提點。呢一個人咁重要，稱呼梗係唔可以太低啦。廣東人叫舅母做大妗，輩分有翻咁上下，於是就尊稱呢一位婚禮當中嘅重要人物做大妗。不過佢唔係正式長輩，所以又要加個姐字嚟到顯示一種僱傭關係。大妗姐就係咁樣嚟噶啦。冰姐係家中獨女，自己嘅婚姻雖然係屬於盲婚啞嫁，但係婚後夫婦培養出嘅感情反而細水長流。我阿嫲咧係一個滿清嘅格格，佢阿爺咧就係個欽天監，咁但係佢阿爺教佢哋咧，只係教呢啲嘢咧就教仔，但係婚姻嗰度就教女。咁啊，而且我個外婆咧就係一個巫師嚟嘅，咁啊，所以我兩方面都學。以前啲大妗姐只係識得講好説話，乜嘢都唔識，出到門口破位又唔知，乜都唔知。而家請新人出門啦，請新人用左腳出門。嗱扎米餵金雞，金雞尾彎彎，姑爺買屋又買田，姑爺買屋由西環買到落筲箕灣。紅遮開，百花來，姑娘同運開，大協姑爺發大財。冰姐精通術數，認為就住每對新人嘅年生八字擇吉日，以方位行禮就可以撮合美滿家庭。你最主要係識得天干地支五行，同埋佢哋嘅雙生雙克，同埋你出門嘅旺位。譬如佢年紀大咗，你同佢求喜，好似電視你 ATV 都試過有個啦。嗰個男士問我：你點解要行呢度？我話你都有2個女啦，咁你要求翻個仔啊？我哋前妻有2個女喎，而家呢個應該求翻個仔啦。咁啊，所以我後期生咗個仔啦。冰姐做咗大妗姐幾10年，經常口邊掛住一句格言，就係保存舊道德，發展新思想。多年嚟，佢仲一直教授大妗姐課程。特登嚟揀呢一度學咧，就跟阿冰姐咧學一啲比較中國傳統嘅嘢嚟到學。如果冰姐唔出嚟教咧，我哋嘅中國傳統有一啲文化嘅嘢咧，可能咧好快咧就會唔見晒嘅。其實冰姐早就為人師表，早年畢業於廣州市一中師範學院，和平之後翻到香港羅富國師範學院讀夜校進修，教過中小學甚至係幼稚園。50年代喺香港仲自己開辦過小學，到暴動之後先至因為移民而停辦。咁我自己老啦嘛，咁我要教人，要教啲後手嗰啲後生嘅。我正話講緊啦，我希望佢學晒我啲嘢，仲要青出於藍。我哋舉辦呢啲活動咧，就係純粹係保留一啲中國傳統嘅文化特色啊，咁希望咧讓年青人咧一代接一代咁樣去承襲我哋中國嘅文化藝術咁樣。陳鳳冰女士咧教咗由我哋開班以來都係佢做導師噶啦，咁佢可以講係敬業樂業啦。咁佢喺呢一個行業嚟講，亦都係一個老行尊，因為佢係老行尊啦，有翻佢嘅嗰種叫氣質。
我唔會學以前嗰啲一味係講好説話，又唔一味攞錢啊！我唔做呢啲，我要教到啲學生要唔貪，同埋要大方，要幫人。冰姐教藝屬於興趣班，而市面上仲有啲大妗姐課程分初級進階到高級班。初級班學嘅係天干地支、五行術數、各種傳統祭祀禮儀風俗同埋傳統嫁娶知識，而進階到高級班學習嘅就係唔同鄉村嘅婚禮習俗，然後出去實習。到初初正式幫人做大妗姐嗰陣，仲有導師會從旁提點。其實一個大妗姐個角色咧，即係可以係提高嗰個婚嫁嗰個氣氛啊！其實我就本身對婚禮呢個行業比較有興趣嘅，咁所以咧就有關嘅嘢都想學多啲咯，咁知多啲。而家資源增值啊嘛。咁我05年開始跟阿冰姐學，因為冰姐帶咗我出邊幾次咁樣，真係去一啲冰姐所謂嘅豪門啲啦。咁我真係見到啲原來有啲要求嘅家庭嘅話咧，佢哋都好 buy 阿冰姐嗰套嘅。龍鳳竹咧就代表咧就喜竹雙輝，咁有9個生果咧就代表長長久久，就平安大吉。9封利是咧就代表呢個財星和合帶，就長長久久十發十發。龍鳳餅咧就龍鳳呈祥，就成雙成對。呢個金錢龜咧就係愛嚟辟邪擋煞嘅，如果新人咧就有犯太歲啊咁樣。咁呢把子孫尺咧就代表子孫萬代，百子千孫。塊鏡咧就代表光明。鉸剪咧就代表利氣，就所以夾埋就變咗光明有利。有梳有臂咧就係我嚟上頭梳頭用嘅。紅頭繩咧就係代表鴻運當頭。扁拍就代表重拍長青。3碗湯圓，每碗咧就3粒或者6粒或者9粒，就代表長長久久。食過湯圓之後咧，就個個都團團圓圓咁解啦。我做咗大妗之後，我記得最難忘有一位新娘咧，佢喺加拿大翻，咁佢就唔想請大妗姐。我知道佢同佢個媽咪爸爸喺度拗緊，我又唔出聲。咁啊到咧，我係咁跟住佢，到晚嘢臨走陣時，冰姐，我真係多謝你。我今朝咁樣發脾氣，你都唔嬲嘅。咁我話你唔清楚啊嘛。咁而家我今日成日對住你，你覺得點？我覺得你好好。咁而家做咗朋友。佢而家去咗加拿大，翻嚟佢都揾我，咁唔經唔覺都20幾年啦。或者有人視大妗姐無非係半個工人，負責斟茶遞水講好説話。但冰姐就認為一個專業嘅大妗姐，既要識得術數習俗，又要識得人情世故，需要有急才，亦都要識得執生。開心嘅好多，但唔開心嘅我都唔會，因為咧有好多人佢對我歧視嗰陣。我係用我個知識，用我個才能力說服佢。初尤其是斜你阿婆一個啫嘛，點知你有冇料啊？幫過唔少豪門貴客辦喜事，包括李國寶、劉皇發等名人娶新抱，都係由冰姐做大妗。但冰姐話，無論對豪門抑或係普通人家，都係一視同仁，靠個惡字。我鬧人嘅，我記得中環嗰啲闊少啊，冰姐唔打我已經幸運噶啦，佢鬧少啲我都得噶啦，因為我同佢哋做喜事，我唔會當佢係我個老闆，我係當佢好似我啲仔女一樣。行一步我都嗱呢步啱行喺呢度，又唔好擰轉頭，唔好乜啊唔好乜啊咁樣，成日都合實齊佢哋嘅。我咧坦白話俾你聽，我做任何一單大妗姐咧，啲人對我好好。臨走嘅時咧，嗰啲新郎哥咧。錫我一啖啊，攬下。無論佢係豪門嘅闊少嘅子弟好，或者佢係普通嘅家庭好，個個都係咁嘅。最難忘就係呢啲。有人話大妗姐呢一個行業已經式微，作為老行尊嘅冰姐又係點睇嘅呢？其實式微咧就係過去嗰啲舊式嘅，又攞錢啊、攞利是啊、煩人啊咁，又同埋咧就唔知道人哋忙嗰陣時，佢照做佢嘅嘢，佢根本佢唔識得利用環境。我哋啲就唔係睇清楚個環境，佢得閒，我哋又唔騷擾佢；佢忙，我哋只有幫下佢。
從事大妗姐多年，冰姐從未派過一張卡片，到而家年過80，生意仍然係應接不暇。我覺得我做大妗行冇咩沉寂，因為我而家所做嘅客咧，即係譬如你結婚之前你揾我嘅，到佢而家個仔結婚佢又揾翻我嘅。咁啊，而且咧譬如嗰啲表姐表弟啊，一班啊咁咧，佢哋冚唪唥都係我嘅咯。喺香港臨近回歸，原來真係喜事連連喎。97由1月份到，因為嗰啲人中意嗰豆腐印啊嘛，即係英國就拜拜啊嘛，咁啊個個趕到豆腐印，我差唔多1個月頭30日做足27日。到近年，冰姐嘅客路仲拓展到內地添。我喺國內做就係咁嘅原因嘅。我就喺呢度有個學生去咗北京做得非常之好，咁佢叫我來中去睇下佢，咁佢由好細嘅地方，而家已經發展咗話，好似唔知300幾平方6層高嘅，全部一條龍做晒。咁咧我教佢，因為咧國內咧單身話生一個啊嘛，咁我希望佢哋生仔，咁我去做親咧我都教人生仔。咁啊，所以咧，我喺國內嗰啲叫做有啲咁多，即係人哋介紹，有啲咁多叫做名氣啦。咁啊，所以而家人哋啲大陸嘅嚟到，個個都揾我㗎。照計幾好㗎。照我嚟講，我幾好。不過我呢句做晒善事又冇乜所謂啦。但係如果認真嚟揾錢咧，都揾到幾多㗎。但我唔會講俾啲年輕人聽賺幾錢，因為我唔想佢哋咧，因為佢哋賺唔到嗰陣時，佢失望啊嘛。賺啲錢全部拎晒去捐。請飲茶啦。各位愛照飲3杯茶。飲3杯茶。據講而家嘅嫁娶市場熱鬧，大妗姐供不應求。以往大妗姐嘅年紀就比較成熟，不過近年就多咗20幾歲嘅女仔去報讀大妗姐課程。事實上，新一代嘅新人結婚嘅時候，會比較中意揀一啲年輕啲嘅大妗姐，相處會比較融洽啊嘛。而家已經踏入21世紀，結婚形式有唔同嘅選擇，齋講究繁文縟節嘅大妗姐服務係未夠㗎。大妗姐已經係唔屬於上一代嘅專利。大妗姐呢一個角色又係點樣與時並進嘅呢？歐惠芳喺1993年開始咗婚禮顧問公司，提供婚禮一條龍服務，自稱係摩登大妗姐嘅始創人。點解諗到做婚禮顧問咧？其實我自己本身咧已經開咗一間咧公關公司㗎啦。咁啊喺93年嗰陣時候咧就接咗一個 job 嘅，係同籌備婚禮啊啲中式嫁娶禮儀有關㗎。咁我梗係要搜集資料啦嚇。咁但搜集資料期間，竟然俾我發覺原來全香港咧係冇一間婚禮顧問公司喎，因為外國好興嘅 wedding planner 啦。咁我即刻諗啦做公關咧通常係專注咧某一範先成功㗎嘛。譬如話專注體育公關啊、財經飲食啊，如果我專注婚禮公關，成立一間婚禮顧問公司咧，成為全香港第一咧，咁啊都好好喎。咁所以咧93年我就自己開咗咧我自己嘅婚禮顧問公司咯。由93年開業到而家，歐惠芳嘅婚禮顧問服務生意額節節上升。當然係有前景啦，因為而家現代人咧對自己嘅婚禮咧要求高咗，都係覺得咧如果可以花多啲心思、金錢同埋時間去籌備婚禮好多啦，揾專業嘅婚禮顧問咧當然係可以事半功倍啦。咁啊最好咧就將咧傳統嘅大妗姐咧同咧西式嘅 wedding planner 咧結合埋一齊啦，咁啊變咗咧中西合璧，又可以配合到咧時代嗰個進步嘅，咁所以摩登大妗姐咧就係咁樣出現啦。而我自己都好開心咧成為第一位啦。咁啊跟住落嚟呢即係10幾年咧，好多人咧喺摩登大妗姐嗰度咧已經成為咧一個傳統嘅大妗姐嘅代名詞啦，自己都覺得有少少咧開心嘅榮幸㗎。專業嘅婚禮顧問咧就比較全面啲嘅，就泛泛精泛泛通啦，即係譬如我哋講咧就係入得教堂、出得婚宴，咁啊去得廟宇嘅，全部都精通嘅。但傳統嘅大妗姐咧就只係咧係精於咧係傳統嘅中式儀式嫁娶嗰啲禮儀咯。咁啊仲係傳統嗰種喎，即係譬如而家你要配合時代嗰個進步咧，舉個例子3朝回門，而家可能已經唔係好興㗎啦，係即日回門咯。又或者傳統嘅要大金珠嘅，咁啊但係而家咧細細隻乳豬咧都 OK 嘅，因為咧而家係小家庭啊嘛，咁所以咧相對嚟講咧就係婚禮顧問咧就比較全面咧，同埋可以配合到咧時代嗰個進步嘅。
歐惠芳當年喺香港大學修讀工商管理，主攻市場及公關學，立志要學以致用。佢將傳統大妗姐重新包裝，配合時代嘅步伐，中西合璧，既要識得中式習俗，亦都要通曉西式婚嫁禮儀。婚禮顧問要做嘅咧，可以講係全套嘅，真係由零開始嘅，揾埋師傅同佢擇個吉日嘅嚇。咁擇咗日子之後咧，咁我哋要組織咧成個籌備婚禮嗰個團啦。咁啊，即係包括譬如話兄弟姊妹團啊，邊個做策劃啊，邊個做司儀啊。咁同埋咧，我哋就係要做一個我哋所謂嘅叫 countdown diary 啦。咁就譬如話幾時咧就要印帖啊，幾時要過大禮，幾時要辦嫁妝啊，幾時咧就要揾定有關嘅人選。譬如攝影師啊、化妝師啊等等啊咁樣啦，到咧臨結婚前嗰2個禮拜咧，咁啊其實最忙噶啦嚇，因為你好多樣嘢都要同佢咧最後核實啦。咁啊到結婚當日咧，哇犀利啦！咁啊全日嗰個行程表、節目表、時間表、用品表、服裝表啊，咁全部都要同佢咧傾得一清二楚咯。咁呢個好重要。婚禮當日，婚禮顧問除咗要喺朝早擔當大妗姐嘅角色，到咗晚宴嘅時候，佢哋要發揮嘅功能就更加比傳統大妗姐有過之而無不及啦。咁啊，到夜晚黑啦，咁啊，你知啦，大排筵席，講宴親朋啦，一定咧就係要咧係令到個場面咧要好好大方得體嘅。你知啦，夜晚黑咧個個都係老闆喎，男家又係老闆，女家係老闆啊，新娘又係，新郎又係，咁啊個個都有唔同嘅要求，個個都要你做嘢嘅，咁啊個個可能咧一窩蜂咁啊叫你做嘢，咁所以你一定要咧滿足佢嘅要求，面面俱圓咧，令到個個滿意咧，呢個都幾難度高嘅。兩位客長一世有福享，大家想唔想享多啲福啊？啱，我就俾1000蚊。錯，成樽水淋唔落你度。好，3、2、1，起身，輕輕發財。歐惠芳認為，理想嘅摩登大妗姐要集大妗、保姆、統籌、導遊、執生專家、形象設計師、心理輔導員同遊戲設計師所有職責於一身。婚禮中咧最難服侍嘅角色咧，憑我經驗咧就係俾錢嗰個就真正嘅老闆啦。因為咧俾得錢咧就有要求噶啦，你滿足到佢嘅要求咧，咁佢就收貨啦，咁你係有好日子過噶啦。咁啊，但係如果你話講係最花得多心思時間服侍嗰個咧，就新娘嘅。咁你知道啦，新娘你又要換好多件衫啊，咁佢又成日驚自己夠唔夠靚啊，咁啊好多嘢會煩嘅，好憂心嘅。咁你一定要咧提高佢嘅自信心，令到佢咧開心啊、舒服啊咁樣咯。佢令到我啲嘉賓好開心咯，咁佢哋開心我就開心咯。我相信冇預期，同我哋預期之中，比我哋預期更好應該。覺得我哋嘅服務點啊？好，係咪啊？多謝。我如果下次即係有朋友，如果佢再嫁女咧，就一定揾我啦。係啊，一定揾你一定。好啦，功德圓滿啦，咁啊對新人開心咧，我就放心啦，今日都走得舒服，拜拜。婚禮有咩難忘嘅事啊？可以講咧就係咧傳統奶奶咧遇上咧新潮媳婦喎。咁啊新娘咧就係好新潮嘅，咁佢咧就話我一定唔可以着褂入門嘅，紅當當咧又老土又靚咧一定唔制咁樣。咁啊奶奶聽到咧就話有冇搞錯？你着婚紗白晒入門唔吉利喎，你唔着褂就唔好入門啦。咁一定叫我同個新娘講，達成阿奶奶嗰個心願嘅。咁佢話 This is an order， 一定要做。咁你知係新娘啦，包拗頸啊嘛，你叫佢着褂，佢偏唔着嗰類嘅啦。咁所以要諗計仔啦。咁我同阿新娘講，我話嗱，着褂咧就唔係個個人嘅專利喎，唔係話你想着有得着嘅喎，因為嗰啲翻頭嫁做二奶做繼室嗰啲咧係冇資格着褂嘅。咁你唔想俾人誤會你係呢一類人咧，你乖乖地最好係着褂啦。咁同埋褂咧唔係一定係紅色噶嘛，你可以係金色啊等等咁。同埋而家啲褂咧，你可以度身咧訂做嘅，收晒身好 fit 嘅，包保睇到你咧22寸腰嘅。咁新娘始終咧都乖咯，即係佢都肯着翻咯。而家嘅市場行情係經驗較少嘅大妗姐，每次收入大約係3000至到7000蚊，經驗老道嘅可以過萬。據講近年澳門對大妗姐嘅需求仲大，人工係喺香港做嘅2倍。咁究竟大妗姐行業仲有冇得發展呢？你可以諗下，如果你結婚或者你親朋戚友子侄孫室要結婚，你會唔會請大妗姐呢？我冇諗退休喎，啲人哋要我幫手，我咪去幫手咯。
咁啊，另外我哋唔單止睇香港嘅市場咯，咁其實而家咧國內嘅市場咧開始咧係蓬勃㗎啦。咁啊，譬如話我哋去深圳啊、廣州啊，甚至遠至上海、北京啊都有市場㗎嚇。咁啊，仲有咧就係東南亞嘅市場啦。咁啊，澳門而家開始咧又興盛啦。咁啊，仲有譬如其他嘅台灣啊等等啊，咁都可以嘅。今日粵劇界萬能泰斗阮兆輝7歲學戲，嗰時我喺3樓練功嘅，喺星哥林家聲先生嘅屋企，周時係練到落3層樓落唔到嘅。點解做戲半世紀佢仍然樂此不疲呢？我哋叫做戲癮咯。劉慧明係近年冒起得最快嘅粵劇女文武生。我細個嗰時學粵劇咧，係屋企人大力反對啊。下星期2代老倌同你分享梨園經夢。跟住落嚟係播映恒基兆業比華利山別墅特約百元基石香港地產史話。